澳門11間衛星場喺今年底就會結束3年嘅過渡期。喺近日，市場就傳出某一間衛星場喺過渡期完結之後就會退場。有關消息引起社會熱議，除咗擔心會唔會產生連鎖反應，會有更多嘅衛星場接連退場，同埋員工日後嘅安排之外，衛星場結業之後賭台嘅安排亦備受關注。有業界就話，賭台嘅運作使用都需經由政府去批准㗎。咁其實嗰個台嘅分配咧，其實都係喺政府入邊咧個手入邊，咁佢哋咧會根據翻實際嘅情況去分配。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睇緊本身每一張賭台，其實佢嘅究竟佢開嘅時間啊，甚至乎佢究竟每個場嘅分配嘅個台嘅數目咧，其實都係受住政府嘅嚴格嘅監管。因為其實呢一個係政府去經過政府去批，當然持牌公司係有權去申請。我可能呢個地方想加啲台或者減一啲台，但係取決於呢個批唔批咧，其實都喺政府嘅手入邊。因為政府都會衡量，用翻佢哋嘅方式去衡量，究竟呢個地方呢個場需唔需要咁多台，或者會唔會超咗個負荷啊，或者係唔夠啊。而家11間衛星場，9間屬於澳娛綜合、銀河同埋新濠就各有1間，當中11個場涉及近萬名員工，賭台大約係450張。有專家認為，如果咁多間衛星場相繼退場，有關博企係咪有足夠嘅能力接收咁多賭台同埋員工呢？呢個亦都係一大關鍵。如果你話突然間閂晒嗰9個衛星賭場咧，或者係11個衛星賭場咧，係有一啲問題出現。咁當然我哋希望政府能夠同博企嗰方面咧，先做一個磋商先，睇下佢哋有冇能力可以容納晒所有嘅賭台喺自己嘅企業嘅物業入邊度。例如好似有一間有9個衛星賭場嘅，咁呢間好大壓力嘅喎。咁如果佢話我暫時做唔到嘅，咁係咪應該有個緩衝期俾佢啊？或者係將賭台收翻嚟政府，由政府再撥俾其他有興趣經營嘅博企呢？嗱，呢個就係有問題存在嘅。佢又話衛星場過渡期仲有9個月就會結束，但係而家保監局局長一職依然懸空，呢個亦都係有礙政府處理衛星場問題㗎。郭敏金就認為，而家最穩定嘅處理方法係延長過渡期，俾衛星場繼續經營，喺一定時間內揾到市場共識同埋一個解決嘅方案，咁樣對而家嘅社會環境嚟講會更為適合啊。或者延長過渡期可能都係出路之一。如果唔係，政府要6間博企喺新賭牌10年間活化6大舊城片區，到時由金碧打落到置地都要加入其中，成為第7個要活化嘅片區啊。衛星場存在，除咗養住一大班本地員工，亦養活住附近嘅商圈，令嗰頭有啲活力同埋生氣。其實幾年前附近有幾間場唔做，嗰邊人流都已經明顯少咗。金龍附近一帶風光不再，因為衛星場自己都儲落一班中堅嘅客仔，部分場嘅生意人流唔比大場差㗎。日後衛星場或者進一步收縮甚至消失，可能都會降低部分旅客嚟澳門嘅吸引力。唔敢想象年尾如果衛星場相繼結業，到時新口岸又會變成點呢？中小企商戶冇咗賭場借力，又可唔可以生存到呢？